大家好，我哋開始得有啲遲咁，因為我哋係做書緊翻譯嘅問題，有時咧就會講誒介紹同埋翻譯嘅一啲知識。咁呢個線上嘅會議係有4個語言翻譯，有英文、法文同埋普通話同埋粵語。然之後你而家誒咁。我而家就會將啲低音嘅記誒講出去。咁你要開始你嘅口譯嘅，你可以喺你需要嘅語言嗰度咧，你係你嘅先屏幕下邊，你有一個細嘅圓圈，入邊有寫口譯，然之後你可以揀你想聽嘅語言。唔係不停嘅係咧，Zoom 冇分開粵語同埋中文，所以咧，假如你需要揀普通話嘅話，你可以揀中文。咁假如你要揀粵語嘅話咧，你就要揀嗰個葡萄牙語嘅。咁呢個係我哋發現嘅呢個誒最需要嘅個方法。咁我哋就開始就會慢慢嘅講嘢，然之後等大家加入。咁假如你有任何問題點樣開始嘅話咧，你就開始就可以有啲咩問題就可以寫喺嗰個聊天框入邊，你可以都可以去揀，嗯，你可以同嗰個主持人同埋嘉賓講嘅。咁假如你需要同全部人講嘅話咧，你都可以揀嘅。咁即係確保你可以同你唱同講嘅人哋講。咁我咧係從作家嘅嗰啲放特尼嘅土地上邊，然之後我都想要同誒所有喺溫哥華地區要用這聯盟嘅公眾人員出嚟參與，都非常好。因為我都好感謝所有人嚟自今日嘅呢個時尚。然之後我從5000公里以外嘅地方同大家講聲你好。咁所以今日呢個項目係非常珍貴嘅，然之後我都好開心可以同大家嚟介紹。今日呢個項目非常重要咧，係因為我哋都發現啦，政府唔係真係好關心邊緣嘅群體，政府咧已經冇投資喺我哋嘅社區入邊，都冇將我哋團結起身，然之後都未有好似今日嘅討論咁樣嘅。之後咧好似你更加有興趣將呢啲群體呢啲分裂開，因為呢啲政策咁嘅問題。啊，當政府冇做事，冇想要咁而家社區嘅組織就開始將大家負責任咁樣將大家聚集嚟聚喺一齊嚟討論嚟講呢個危機，然之後喺呢個意見之後都要係有住房嘅危機。咁我哋覺得有咁樣嘅組織咧，就係項目咧，真係同講中文嘅群體或者係其他嘅移民或者係少數嘅語言群體，咁佢哋可以講佢哋嘅現實，然之後有啲咩係想住佢哋嘅，然之後佢哋點樣嚟團結起身，點樣嚟打破偏見，嚟影響住我哋嘅。然之後我覺得我哋可以將嗰個權力重新攞喺手中，然之後可以真正嘅幫助到而家嘅受用肉危機影響嘅人，同埋受種族主義影響嘅。然之後你可以將大家真正嘅團結起身，都不僅係我哋嘅
學到嘅嘢，但係都係年輕一代可以成長起身，然之後去評判嗰啲喺街上邊掙扎嘅人，然之後嗰啲用藥物嚟面對佢哋嘅問題嘅呢啲人，咁呢個都會對即係對我哋呢啲邊緣群體嚟講係有正向影響嘅，然之後可以將我哋團結起身，唔係將我哋其中一個人咁樣嚟邊緣化，都唔係邊緣嗰啲用藥嘅人，咁都可以令到大家亦對佢哋有啲有啲理解，然之後我都好想介紹我嘅即係同行會或者同埋我嘅同事同埋溫都做嘅嘢，然之後我都邀請你，假如你有喺溫哥華或者係唔係溫哥華或者係其他省份，然之後你同移民同埋我哋嘅社區工作嘅人，或者係你同語言少數嘅群體工作嘅人，同埋佢哋都有同樣嘅經歷，我哋今日講呢啲經歷嘅話咧，你都可以將你嘅聯繫方式放喺天空邊，之後都可以同我哋建立聯繫喺我哋嘅今日嘅會議結束之後，我哋都好想見到全國上邊嘅合作。咁我而家咧就會將個麥俾李安娜今日嘅主持，多謝晒。大家好，我希望可以聽到我嘅聲音。我叫李安娜，我用佢嗰個人稱代詞。我今日係比比各樣嘅斯里華圖阿斯昆史葛密書嘅同埋 North Fraser Association of 卑詩省本阿比嘅土地上邊，我好開心可以係主持今日嘅會議。我同社團同行會係開始係同佢哋做義工。我記得喺我嗰個 MPH 嘅項目嗰度咧，我對公共嘅興趣對係對本海同埋生理健康嘅之後我要同加拿大藥物政策入邊，我都係做嘅係關於我嘅 MPH 入邊嘅。咁我學到嘅嘢好多嘢咧係用好簡單嘅語言嚟講，然之後我可以明白好多嘢。咁六個月之後你Beth 喺社區同行會同我講，我知你而家係讀緊研究生，咁你想唔想同我哋一齊加拿大藥物研下聯盟同做一個研究嘅項目？咁即係呢個咧就係我點樣去開始呢個工作噶啦。咁我都反思咗好多事，即係點樣呢個係點樣開始嘅？但係一啲關於我自己嘅係我喺會卑詩省長大，然之後出生同埋長大，之後都喺市中心長大嘅。咁喺市中心咧都有好多好嚴重嘅、好複雜嘅問題，譬如話藥物嘅問題，同埋誒貧窮同埋心理健康問題。然之後我覺得作為一個前線嘅工作人員，我都見到好多好多原住民嘅種族主義嘅問題，咁我都令到我誒諗到有好多不僅係下邊嘅下流嘅健康都有上流嘅一啲健康嘅問題，點樣我哋可以保證，然之後提升佢哋嘅健康嘅公平俾大家。然之後我已經做完我嘅碩士嘅公共健康啦。咁我同卑詩省北方北卑詩省工作，然之後我都好慶可以有今日嘅工作。大家好，我係 Beth，係嚟自世界同行會，我哋係最溫哥華唐人街係有未俾過樣嘅薩利斯嘅人民喺
Mass Comics 書嘅第一文做到對象，我係我從2020年春天開始就已經喺2021年春天已經開始喺世界進行會做經理啦。然之後我哋係為住喺唐人街嘅同埋 Street Corner 士大孔牙同埋市中心東市中心東端嘅低收入嘅長者嘅人群，咁都包括咗誒房屋問題收入同埋誒藝術文化活動都係呢啲都係基於我哋嘅能力同埋資金嘅問題，因為我哋係一個小型嘅非營利組織。我喺呢個城市長大，然之後我都係喺長塘街嘅長大嚟，同我兩個嫲嫲一齊長大，然之後佢哋都將我養大，我都非常感謝。作為一個唔係黑人都唔係原住民嘅人，喺呢啲非常靚嘅土地上面先長大，然之後都可以學到我自己嘅文化，然之後我都可以喺使用藥物神者嘅身邊一齊長大，然之後誒係因為都係好多嘅經歷，我都覺得我幫助我嘅工作同埋我嘅生活，我都非常感謝李安娜、Nico 同埋所有人喺 CDPC 幫助呢個項目，然之後去將佢哋嘅經歷帶入呢個項目入邊，我都非常相信世界同行會同埋可以將呢個項目整成，然之後可以邀請到咁多老人家嚟到，都可以聽我同埋 Nico 一齊。咁我同埋 Nico 都想要好多咁樣嘅項目，因為好多時候我覺得好似長者同埋比較老一輩，佢哋係比較嘅保守，可能嗰個係有時係啱嘅，但係係我覺得係需要一個時間同埋空間嚟同大家進行呢啲討論，然之後可以，然之後係有一個大家可以消化、可以可及嘅方式嚟進行。咁我覺得我哋嘅項目係一個非常令人興奮嘅一條向一個道路嘅開始。咁我非常感謝，都非常感謝大家都好興奮可以聽到大家嘅分享。咁我想介紹一下我自己，大家可以聽到同埋好非常好。嗨，大家好，我係 Nicole 李安國，我用嘅係佢嗰個人稱代詞，我係最初係放喺殖民殖民意義上邊知道嘅溫哥華。從2004年開始咧，我就去咗多倫多。咁當然我所有我嘅正式嘅工作都係喺溫哥華嘅。我係同加拿大藥物證券銀行入邊嘅系統嘅分析者。咁個咩意思咧？就係基於我每日嘅工作，可能同我多年嚟，我自己都係喺市中心當中係一個有罪嘅有藥物使用者。我喺嗰個社區有好幾年啦，然之後我真係好難離開。誒、直直到最近嚟講咧，我都有我自己嘅學術嘅背景係醫療嘅上邊，然之後呢個醫療嘅問題，所以好多我嘅諗法同埋我嘅寫作都係同呢啲先都係關於點樣應對呢啲使用藥物使用者，然之後好多關於呢啲嘅懲罰性嘅應對方式都係非常傷人嘅。之後今日我而家喺呢度都係做緊，咁我就講咁。
多謝你講。咁呢個就係我開始嘅訴求。我有一啲問題係俾大家嚟討論嘅，我非常興奮去同大家嚟講。咁我開始第一個問題，咁呢個係兩個部分嘅問題。咁呢項目開始嘅初衷係乜嘢，同埋我哋做咗咩開求？第一個咧係有啲咩背景同埋背景因素，令 CDPC 同溫哥華嘅中文團體進行交流，然之後點解 CDPC 選擇同世界華會合作？嗯，對於一個實踐嘅細節嚟講咧，係2024年，我見到一個機會可以同 Michael Smith、健康、IBC 同一個資金，咁呢個咧係關於將知識翻譯嘅呢個，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然之後令到點樣去將嗰個研究可以對社區更加可極化。咁我都諗到我哋諗點樣去聚焦咧。嗰時我喺溫哥華，咁嗰個時候咧係係對於不僅僅係緩害嘅地方啦，仲有去最化呢個同埋安全供應呢個嘅地方啦。咁呢個對我哋嚟講，仲有好多虛假嘅信息啦，然之後政策嘅問題啦。我哋已經有啲咁樣嘅對話同非中文嘅群體嘅，關於佢哋被喺嗰個政策入邊被邊緣化嘅呢個問題。咁個人嚟講咧，都係好多咁樣嘅南亞嘅群體，對於佢哋有啲，然之後都包括係數理嘅用物使用者，有非英文嘅群體，佢哋都係被邊緣化嘅。咁對於係佢哋都係公共嚟講，佢認為佢哋係比較保守嘅。譬如對於黎智文嘅醫院嘅嗰個安全注射嘅所嘅反對，咁都講入邊都涉及到中文嘅問題，佢哋係冇直接嘅真相。咁關於呢啲政府嘅話咧，改革。呢個唔係單單嘅一個阻礙，但係其中嘅一個因素啦。一係比較道德上嘅問題啦，係佢哋係移民同埋非英文嘅群體係被邊緣化。呢個係不僅係歷史上，都係而家嘅公義上邊都係始終都有發生㗎。我度同 Liana 聯繫到，咁啲所有呢啲嘢都聚集喺一齊，然之後我哋嘅諗法咧，呢個項目嘅諗法就開始咗。咁我而家都可以同加入有講，我知你都有好長嘅歷史係為藥物使用者出現，同埋喺呢個做呢個工作都有好多嘅，做咗好多嘢。咁感謝呢個，咁我哋就開始講第二個問題。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呢個項目嘅方法、時間表同埋任務計劃呢塊？當然，咁我都想講嘅係，我哋都係準備我哋都會將，好似今日或者係好快就會將我哋最終報告放出嚟。因為佢真係好長，但係所有我哋今日講嘅嘢，我覺得我哋都會將其中一啲嘢嚟講。咁假如你需要更多嘅細節嘅話咧，你可以喺我哋嘅網站上邊嚟講。咁對於時間表同埋嗰啲嘢嘅話，一開始咧，我哋係想要係係一個研究調查作為一個開始。係換械同埋安全注射場所開始。咁係對於安全注射場所嘅健康利益嚟作為一個交流。咁我哋非常好早就意識到，淨係去講安全注射場所係非常低嘅問題，非常窄嘅問題。咁因為有好多關於呢個嘅投訴，都係對於一個諗法咧，係呢個係
吸引咗，可以引起好多犯罪同埋公開嘅藥物使用者。咁我都知道呢度係對於呢個講法係淨係因為呢個研究係對於安全注射場所唔係用永遠都非常嘅有影響嘅。我可以一直講安全注射場所係點樣嚟防止更多嘅問題。我都知道呢啲意見都係基於大家嘅誒情緒，但係咧我都係需要大家去睇更加上層嘅原因。咁嗰個咧都係要求更多關於貧窮同埋無家可歸嘅呢啲問題，然之後好多嘢唔單單只係藥物提供呢個問題。咁為咗做嗰啲嘢，我都需要嚟講點樣禁止使用藥物呢個問題。咁我都用咗安全注射屋作為一個開始嘅切入點，但係咧好快我哋都將呢個項目變成一個社區嘅安全，可能會吸引更多人嘅興趣，咁都可以令到世界同學會嘅服務使用者咁一開始咧，我哋會做咗兩個社區參與交流會喺2025年，咁同我哋非常好嘅翻譯，咁可能嗰個會比較非常嘅複雜。或者係唔夠嘅，因為我哋係同嗰啲同講粵語同埋中文普通話嘅人，咁假如係同一個會議嘅話咧，就好難進行。咁我哋將呢個會議變成咗2次，咁即係每一次係俾一個追蹤會議，咁就係4次啦。咁對於時間表嘅話咧，我哋將我哋嘅招募嘅人發出去啦，令到好多人加入，然之後都進行咗基礎調查問卷，然之後收集咗大家嘅態度同埋信念係對於呢啲嚟㗎，然之後仲呢啲都問咗一啲關於個人信息嘅問題啦，同埋更多係關於社區安全、個人社區安全同埋社區安全係同埋佢哋對於藥物使用者嘅熟悉度，然之後佢哋對於呢啲藥物使用者嘅態度，然之後咧李恩娜就分析咗呢啲回答，然之後我哋都用嗰個嚟開始咗我哋做咗我哋第一個社區參與交流會，咁嗰個目標咧係同佢哋建立聯繫，呢個係最重要嘅，去理解佢哋中意同埋唔中意嘅嘢，住喺呢個社區入邊，然之後做咗嗰啲有咁多嘅基礎嘅了解，然之後再進入關於藥物政策嘅嘢，後邊講到嘅藥物政策嘅嘢，咁嗰個之後咧我就會俾咗，仲有個調查文件就去，然之後仲俾佢哋有啲學習資料可以拎翻屋企記我哋講嘅嘢。咁喺之後我哋都講咗藥物政策，然之後我哋都有建立咗嗰啲參與者同市中心東區有好多嘅同樣嘅共同點，同埋佢哋都俾政府忽視，然之後標籤，然之後邊緣化嘅一個群體，然之後佢哋都有冇咁多嘅公共交通嘅使用啦，然之後佢哋都冇咁多嘅公共洗手間嘅使用，之後我將呢啲共同點嚟同嗰個藥物政策嘅然之後相關嘅問題同佢哋有討論，但係呢度之後咧，我哋都有發咗一個調查問卷，然之後都分析咗啲結果，有更多嘅細節喺下一個會議入邊嚟講。咁我哋都用咗呢個一啲嗯有用嘅案例，然之後可以發展方法嚟，可能可以推廣到其他嘅區域。呢個係一個好細嘅項目，但係咧唔單單只係交流呢啲參與，從呢啲交流者參與，更多嘅係我哋嘅可以學到嘅一啲嘢。
然之後可以推廣到其他嘅群體同埋其他嘅社區，就係咁。我呢個所以係多謝 Nico。咁好明顯，我哋都好中意我哋嘅調查文點，都係你講咗佢幫助我哋一齊嚟建立我哋嘅社區交流參與。咁下一個咧就係呢個項目嘅主要發現係同以下有關嘅：A. 整體小組關係動態；B. 有效嘅基於過程嘅決策；C. 有效嘅溝通策略；D. 意想唔到或者係令人驚訝嘅結果。好，嗯，有好多好多。你想唔想同大家講一下總結咧？係即係參與者係點樣識你嘅？因為我覺得嗰個係一個非常重要嘅，非常重要係咁。我想講嘅，我可以講嗰啲嘢啦。嗯，我講嗰個整體嘅小組關係動態咧，係我係公開嘅招募喺社大同學會嘅嗰啲老人家，然之後招募佢哋有興趣嘅啲老人家啦，然之後叫佢哋嚟參與。我哋大概係有12個總數嘅人填咗調查問卷文件之後，佢哋都參與咗2個全部嘅參與會議，然之後佢哋都非常有興趣啦。好多嘅人嚟講咧，我都知道佢哋都喺呢個社區同埋喺社區同行會入邊，但係有啲人我都冇咁了解，但係佢哋都好信任我哋嘅嘅同事同埋係其他嘅工作人員。之後佢哋都有呢啲興趣，我覺得佢哋有好仔細嘅興趣係對於藥物使用同埋藥物政策。其他咧可能係一般即係對於免費嘅項目喺社區入邊嘅，或者係免費嘅學習嘅項目啦。所以佢哋可以出嚟，然後可以更加嘅活躍。咁呢個小組嘅關係動態係比較好嘅，有啲人可能比較中意比較開朗講多啲嘢，咁其他人可能冇講咁多。但係喺休息嗰時咧，我哋都有講到好多啦。但喺嗰個中午食飯嘅時候，或者係中間休息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好多嘅傾咗好多嘢。然之後嗰啲老人家喺嗰個中間嘅時間，可能佢哋比較放鬆，有更多嘅時間可以聽到佢哋諗嘅嘢。然之後佢哋喺新聞入邊見到嘅嘢，或者係其他有啲人咧係反思緊嘅係即係藥物使用點樣影響佢哋，同埋佢哋見到嘅嘢，喺媒體入邊見到嘅嘢，或者係喺微信或者係 WhatsApp 小組入邊見到嘅嘢，嗰個係非常有趣，然之後對我哋都係好有意義嘅。我哋非常誒幸運嘅係嗰啲老人家好相信我哋，然之後都係好相信 Nicole，都好崇拜佢。然之後關於呢個對喺呢個主題嘅專家，儘管有啲人唔同意 Nicole 分享嘅嘢，但係對於安全注射屋入邊嘅嘢，或者係對於安全供應嘅倡導，但係我覺得佢哋都非常開放，我嚟聽佢講，你諗嗰啲嘢係，我覺得因為我哋冇即係我哋冇從一個了解到咁多，或者係想要令到人哋嚟信服呢啲嘢嚟開始啦。咁可能大家就會更加舒服咁，喺同一個水平咁樣嚟，更加舒服地咁分享佢哋諗嘅嘢。然之後當然啦，有啲老人家覺得，我覺得有更多嘅同理心啦。係 Nicole 分享自己嘅個人經歷嗰時啦，同埋非法嘅藥物使用上邊，同埋佢嘅教育經歷，佢哋老人家有同理心。仲有其他嘢嘛？Nicole 係我想講嘅咧，就係我
去咗嗰度啦，然之後係有權利嘅區別。A 啦，我係唯一一個白人，然之後我出現係我嘅非常正式嘅能力入邊有冇有正式嘅教育經歷啊，同埋證書嘅背景，我唔想係係嗰個嘢係即係嚟到呢度你講俾大家，嚟令到佢哋信服，然之後咁樣單一方向咁樣嘅信息交流。我嘗試非常注意呢一點啦，但係好明顯嘅係嗰個信任對於 BEF 社團同行會嘅 BEF 嘅信任係非常重要嘅。一開始咧，我哋做嘅嘢係我都講咗一個社區嘅同意，社區安全同我哋都講咗有啲乜嘢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嘅安全同埋舒適。之後我都同嗰啲參與者問咗，係有啲咩可以令到佢哋感到更加安全。我覺得呢啲嘢可以，其中一個參與者可能話我哋都非常，我哋非常安全。我哋係實際同行會，我哋同 BEF 喺埋一齊，當然我哋非常安全。然之後嗰個時候我就 OK，咁呢個係非常重要㗎。然之後參與者都有同彼此之間都有非常熟悉嘅關係。然之後喺一個程度嚟講咧，我哋有啲，譬如有啲人更加舒服，可以嚟講到好多嘢啦，或者但係其他人可能就比較安靜啊，或者係誒冇講咁多嘢。咁呢個係有啲有趣嘅係，即係當人有好強嘅意見，然之後佢哋對於政策嘅誒倡導者，然之後好想去做呢個政策嘅倡導或者係改革，都有啲人係比較好舒服咁講，佢哋係唔同意嘅。然之後我哋都從入邊都學到一啲嘢，即係去改我喺第一次嘅會議入邊，第二次會議我都改咗我哋嘅方法，即係去講，大家都可以嚟發言，大家都可以發言咁樣。仲有即係頭先都講到嘅，我哋都討論咗，即係關於我自己嘅婚姻經歷嘅分享同埋我自己嘅歷史啦。其中另一個好處咧係呢個可以令到大家放鬆，自己嘅警惕。然之後，因為我嘅故事係比較特別嘅，但係好多人可能係有好多呢啲有罪嘅藥物使用同埋好家好嘅經歷，佢哋係冇。好似我咁樣啦，然之後都冇正式嘅教育，咁我分享咗我自己嘅經歷之後咧，嗯，都想令到大家知道，唔係大家都係同我咁樣，我都分享咗我嘅經歷，但係我都提醒咗，我唔係嚟呢度嚟講自己嘅，然之後我自己嘅經歷淨係我自己嘅經歷，然之後呢個佢可以令到大家放鬆一啲警惕啦。然之後可以令到大家有啲理解，然之後減少佢哋嘅害怕同埋憤怒。然之後大家都發現咗我分享我嘅個人經歷係有幫助嘅。然之後我喺個報告入邊都有分享呢啲嘢，入邊都有一般嘅整體嘅小組關係問題同埋呢啲嘢咁。因為為咗今日嘅冇多，我將佢哋全部合埋一齊。咁對呢個項目嚟講，同埋地點係佢哋係對於非常嚴重同埋可見嘅貧窮同埋藥物使用。因為市中心東端嘅藥物使用係比較特別嘅，然之後誒。咁可能每日佢哋入邊都可以見到，然之後嗰個喺每個社區嘅區域入邊，呢個係呢啲掙扎係非常可見嘅。之後咧，仲有我想講嘅嘢係我哋都
意識到嘅係，開係因為我哋嘅一個好明顯嘅對於市中心當中同埋唐人街嘅分界定義係好難分清嘅，因為佢哋呢個兩個喺文化同埋地理上邊都有好緊密嘅聯繫，但係參與者可能已經知道我哋嘅意思，但係我覺得可能佢哋唔知，所以第二個會議咧，我就同喺呢個上邊都會有清晰嘅交流，然之後都有一啲合法印象嘅交流，然之後我將呢啲合白合版現象都有講，然之後呢啲定義可能當我聽到市中心東端我有呢啲消極嘅合版現象，當我講到唐人街咧，我諗到嘅係呢啲嘢，然之後將呢個作為一個切入點嚟講，嚟進行交流，嚟 A P 人喺唐人街用藥嘅人嚟。嚟將呢個盡量一個啲共同點，即係佢哋喺同一個社區同埋同一個空間，佢哋喺政府嘅政策入邊經歷，然之後佢哋都有共同嘅需求，然之後呢個真係非常好嘅一個方式嚟建立連結。嗯，我覺得呢個即係點解嗱，你想叫我講基於個性嘅決定就係呢個，淨係第一個部分。咁假如你可以講有效嘅基於個性嘅決策咧，可以分享一下，同埋有效嘅溝通策略。因為亦對呢個項目嚟講，因為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嘅諗法，將呢個放入一個好簡單嘅概念入邊，可能有啲人可能好難嚟理解。咁 Beth 同埋我一齊主持我哋呢個同Beverly 一齊嚟佢哋每日都有聯繫嘅嘢，咁 Beth 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嘅工作嘅嘛？我哋問咗一啲基礎嘅問題，我諗嘅係大家對於住喺唐人街嘅感覺係點樣？然之後佢哋中意咩？佢哋唔中意乜嘢？然之後佢哋去啲乜嘢？經常去咩地方咧？就佢哋支持網絡，然之後嗰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討論嘅基礎，嚟討論藥物使用者同埋一啲使用藥物嘅類型。咁好多人好似 Nicole 講嘅嘢，即係一個系統嘅問題，有好多喺市中心東端同埋唐人街老人家面對嘅系統性嘅問題，無論係房屋問題同埋市中心同埋嗰個公共洗手間好少啊，或者係收入嘅問題同埋安全嘅問題，佢哋喺呢個社區都有嘅呢啲問題啦。係咁，我覺得呢個係聽到呢啲嘢係好好嘅。之後有啲老人家都講到佢哋之前嘅網絡係包括咗彼此啦、家人啦，或者係有人社團同行會啦，然之後佢哋喺其他地方使用服務嘅人啦，或者係社會嘅關係啦，我覺得呢個對於呢個嚟分享保護因素都好重要，好重要，係都有好多原因，可能即係講到使用藥物嘅原因，仲有好多嘅可能可以解決，通過房屋或者係公共房屋或者係公共洗手間嚟解決嘅問題，同埋更多可以俾更多人需要嘅服務嚟解決嘅，因為又花咗好多時間嚟嘗試嚟講呢個嘢，同埋有啲共同點，同埋貧窮啊，同埋種族主義同埋其他好多
居民都唔能嘅以能係我覺得我哋喺嗰度你輪流嚟講都係好重要嘅。我覺得 Beth 一開始係主持咗嗰個第一個會議，因為有好多基礎係要講嘅，之後我就後邊就有加入，因為係關於政策嘅嘢。咁建立咗個基礎之後咧，我就同大家有講關於合法嘅藥物同埋非法藥物嘅定義。咁頭先有講保護因素啦，咁我用嗰個嚟考慮，即係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哋有健康嘅社會嘅結果，譬如有好，譬如係好似大多同行會咁樣嘅服務組織啦，或者係房屋資源啊，咁我都有講喺市中心東端嘅人冇咁樣嘅保護因素啦。咁使用藥物就可能係佢哋比較合理呢個應對嘅方法。咁嗰個就係差唔多係第一個會議。咁第二個會議咧就係大家準備更加好啦，嚟講更多細節嘅問題，譬如話換開同埋安全注射場所係邊緣化嘅人，然之後佢哋係點樣可以誒同大家進行社區嘅關心啦，或者係歸屬感啊，或者係轉介。但係好似我哋一開始講嘅，我唔係想將安全嘅使用作為一個烏托邦嘅一個方法俾所有嘅藥物使用者，因為嗰個唔係。咁係想希望可以俾大家嚟討論比較上層嘅問題係點樣，非法藥物係被禁止嘅，同埋政府點樣喺貧窮同埋房屋入邊嚟投資，然之後政府係可以提供所以更多嘅資源係俾嗰啲人，然之後我都希望可以強調更多係有安全上邊，因為好多人都有提到安全嘅問題。咁第二個會議咧，我哋都講咗一個即係合法嘅供應嘅問題。咁嗰個咧就係我哋嘅順序入邊要講嘅，然之後參與者都有準備嚟講點樣嚟講。嚟諗咧，即係呢個合法嘅供應可以同其他嘢，我哋需要嘅嘢，可以令到佢哋自己嘅生活更加嘅舒適，然之後可以令到佢哋更加喺呢個社區入邊更加安全。然之後好多參與者都有分享佢哋嘅壓力，係對於好明顯嘅藥物過量嘅擔心，因為可能因為大家用唔同嘅語言，佢哋會講我見到呢啲嘢，見到呢啲嘢，然之後有人就有點頭，呀，然之後嗰個時候，但係講到呢個嘢咧，就係呢啲關於藥物供應嘅問題，都可能關於佢哋喺街上邊見到嘅嘢，可以令到佢哋好害怕、好驚，然之後好嬲。然之後我就同大家有參與者有講到藥物政策，然之後參與者可能又變成咗兩個證人。第一個咧係對於藥物使用者係罪犯嗰個時候咧係有罪嘅呢個諗法。咁第二個咧就係佢哋對於使用藥物使用者咧係病咗嘅。呢兩個陣營咧都係有問題嘅。我就希望我就同大家同佢哋有講，即係使用呢個藥物使用者唔一定係有病㗎，有病㗎。咁我哋就有參與者，佢哋有講到，佢哋即係見到有好明顯嘅傷口嘅人，然之後佢哋感到非常有壓力、有同情，然之後好傷心。但係咧，呢個就導致佢哋會話，咁就因為佢哋係有罪嘅。然之後呢個都有翻譯啦。咁
咁我哋都等咗好耐，你可以嚟講，因為唔知幾時先可以講，自己先可以講。咁我講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即係咧係有啲重複，對於簡單語言嘅程度係好重要嘅。咁我都解釋咗點樣嗰啲人會可以見到藥物用量嘅問題，因為入邊嘅成分係唔明嘅，然之後有啲嗰啲成分咧係可能好好強嘅，但係可能唔係大家都同意，但係有啲人同意嘅話咧，就係大家需要呢啲知道呢啲成分，我就開始重複呢啲嘢。咁同樣咧，我都會用咗安全同埋健康嚟講一定嚟講。咁我非常想指出嘅咧，就係有好重要嘅影響，對於好多嘢嘅影響咧。我喺第一次去之前咧，我都講咗其中一個翻譯嘅話，亦係其中有一個好直接嘅對於藥物嘅翻譯咧。同我嚟講，我話藥物大家係知道呢個係咩意思嘅，但係咧就係冇第冇直接嘅對於藥物係冇直接嘅翻譯嘅，但係誒。我覺得我哋都有喺社團同學會或者係中文嘅群體咧，即係通常講到藥物，你會講藥物或者係毒品有毒嘅嘢，比較進步嘅人咧，佢哋就會有啊，我覺得會有更加中性嘅語言，譬如話有啲人會用物質使用同埋藥物，但係對於誒嗰啲術語咧唔係共同使用嘅，比較多人用嘅咧，都唔會明白嗰個意思，所以有啲唔同嘅，有啲困難啦喺嗰個上邊，同埋有啲術語嚟描述藥物使用者係比較非人化嘅，然之後都會有啲嘢都有啲術語係唔經常使用，之後仲有其他好似係英文用嘅嗰個人工字啊，同埋其他嘅常見嘅嘢，常見嘅使用嘅語言嚟講，嗰啲藥物使用者，我覺得嗰個係比較難嚟講嘅。但係咧，我哋嘅考譯員做咗好多嘅研究，然之後嚟讀咗對於本地嘅中文嘅新聞嘅新聞嘅報導，可以令到呢個語言係比較準確嘅，同埋可以令到啲老可以令大家可以令到老人家嚟明白同埋可及嘅，我哋都需要一啲時間喺嗰個會議之前，同埋喺嗰個會議入邊都有討論嘅。之後仲有對於唔同嘅觀點啦，有啲參與者可能唔同意，即係使用非法嘅藥物係一個有幫助嘅，對於嗰個人係有幫助嘅，所以都係一個對於我哋呢啲主持嚟講咧，都係非常好嘅學習嘅經驗。對於嗰啲參與者都係非常好嘅學習嘅經驗。咁對於我嚟講，即係我哋係需要將我哋自己嘅資料同埋我哋自己嘅媒體嚟反擊咁多嘅保守嘅人，係我就覺得好多即係冇咁多
反對嘅意見係對於呢啲保守嘅，但係我見到 Kelly 嘅非常有幫助嘅，喺個聊天框入邊要放一個好有幫助嘅評論。我哋差唔多要結束啦，咁我都想問嘅，你覺得有幾多項目發現係能夠推廣到加拿大其他司法管轄區嘅中文群體？你想開始嘛？係，我唔確定係因為我冇同其他嘅中文群體有咁深入嘅連結，除咗喺溫哥華唐人街，除咗我自己嘅家人或者係其他城市入邊嘅中文群體，但係見到好多嘅討論，網上嘅討論就見到好多係本立比同埋列治文嘅嘢討論啦，關於支持嘅房屋同埋安全注射場所啊，係好多研究發現啦，我哋都見到都將呢啲有居留喺呢個項目入邊，但係呢個都肯定係對於全國其他嘅群體係有推廣嘅意義㗎。但係對於 Nicole 嚟講咧，好似 Nicole 講嘅係，我哋呢個項目都係我哋嘅特殊之處嘅，係我哋淨係喺同市中心心東端嘅講中文嘅人有誒幫助發咗調查問卷，咁呢個係有好重要嘅政治嘅文化嘅背景嘅。咁我嘅意思係即係喺呢個社區之外嘅中文居民，佢哋會對市中心東端嘅人係有虛假嘅意見，之後會有歧視，就好似其他嘅講英文嘅群體咁樣。咁我諗整體嚟講咧，即係呢啲交流嘅問題同埋啊，我點樣將呢個信息更好嘅講出嚟，同埋呢個發現係對於用物政策有興趣嘅人同埋非英文群體嘅人，然之後唔係所有嘢都可以轉化同埋翻譯過嚟嘅，然之後唔止唔單止係中文群體，係其他嘅嘢同埋其他國家嘅，但係喺呢個因為呢個都係一個好特定嘅一個城鎮，咁唔知有幾多係可以推廣到其他嘅地方嘅。我想加嘅嘢咧就係、我希望即係點樣係因為呢個咩係可以推廣嘅，咩係對於溫哥華呢個人口比較特定嘅，之後咩係可以推廣到其他地方可以講中文嘅群體，或者係咩可以推廣到其他唔講英文嘅群體嘅。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想講嘅咧，就係有好多參與者，佢哋都有講到鴉片戰爭。之後我都有啲講到呢個鴉片戰爭，但係我都希望可以講到更多，有更多時間可以講到呢啲，但係喺正式嘅交流同埋休息嘅時間咧，我都可以見到有好多人可以講到鴉片戰爭嘅嘢，同埋佢哋嘅態度同信念啦。之後係關於嗰個歷史嘅，同埋嗰個都有放入佢哋嘅假設入邊，即係佢哋有嘅嗰個事實嚟講，佢哋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咧，反抗呢個藥物使用咧，就係係一個抗殖民嘅一個徵集。但係對於我嘅諗法咧，同埋我哋係嘅工作嘅組織我覺得禁止使用藥物係一個
殖民嘅，喺其他地方都係咁樣諗嘅。但係對於參與者嚟講，佢哋講嘅係唔同嘅。對於佢哋嚟講咧，禁止使用咧係關於反殖民嘅嘢。我覺得呢個係唔係對於嗰個話嚟講係特定嘅，可能係，但係嗰個我覺得嗰個係可能係其他地方都會發現嘅。但係更多嘅整體嚟講咧，係對於基於過程嘅決定係我需要更加嘅熱情嘅好客，然之後俾大家食到嘢，呢啲都係被感謝嘅。然之後時間嘅設置，然之後注意佢哋嘅可及性嘅需求啦。譬如係打印出嚟寫比較大嘅，譬如有啲人嘅可能睇唔到，好難睇到啊，然之後用洗手間啊呢啲係比較基礎嘅嘢，係可以推廣嘅。呢啲可以幫助建立同參與者嘅關係。多謝你好，你覺得有幾多項目嘅發現係能夠推廣到其他非英語嘅人口？我有啲都有講到啦。咁第一個係比較好嘅關注，然之後出現係關心佢哋嘅。譬如我頭先有講咗，我出現咧唔係出於一個要用我嘅信息嚟令到你信服咁樣。然之後我係希望可以知道參與者佢哋自己嘅觀點，咁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咁仲有咧就係保持謙虛，然之後冇人係希望可以俾人講佢講乜嘢係錯嘅，然之後呢啲專家嚟糾正佢哋講嘅嘢。咁即係即係可以成人有好多我唔知嘅嘢，同埋都係好奇嘅，係對於佢哋嘅佢知道嘅嘢，可以令到我學到嘅嘢。咁呢個咧都係啦，呢個都佢哋都教咗我好多嘢，佢哋非常嘅誒大方。當然我哋都盡咗我哋最大嘅能力，可以去互相咁樣學習。咁我就會將呢個嘢，將呢個主持嘅俾 Natasha 嚟睇有啲乜嘢問題係想問嘅，大家可以聽到我講嘢嘛？好，我收到咗一個問題，但係你都可以寫更多嘅問題。第一個係 Tonya 嘅問題，佢講嘅係你鼓勵人參與本地嘅政治投票，喺市委員會講話你支持安全公園同埋其他相關嘅問題。我估呢個問題係對於你嘅誒關於支持喺社團同行會嘅嘢。我唔覺得社團同行會有正式咁樣嚟同老人家講，佢哋會喺委員會發言或者喺投票，為嗰啲安全公園或者係管械嘅政策，即係我哋淨係從比較更一般嘅儀式上邊講，即係有投票嘅時候咧，選舉嘅時候，我哋就係會提供呢啲信息俾啲老人家同埋我哋嘅客戶哋，點樣可以去點樣註冊投票，點佢哋可以去到邊度，然之後佢哋點樣可以揾到呢啲信息。所以有時候我哋嘅同事，即係我哋點講，即係老人家嘅會議，我哋就會提供一般嘅關於呢啲嘅信息，我哋都嘗試可以將啲老人家跟上喺社區入邊發生嘅嘢，無論係唔同嘅政策嘅利益、好處同埋社區
無論係社團或者其他嘅社區組織嘅啲活動，同埋其他一啲實體嘅活動，然之後佢啲老人家可以自己決定佢哋想唔想去。聽起身可能有啲嘢提倡嘅，我可能會有啲即係會見到你哋嘅參與者係點樣受批評政府。然之後我希望呢個都係同我嘅觀點係有關嘅，即係譬如話佢藥物冇直接嘅然之後直接嘅翻譯，然之後總之都有對於呢個藥物係有一個誒好做咗一啲研究係，之後都放咗一系列嘅研究，然之後我哋都認識到係冇一節嘅翻譯啦，可能有啲係比較可能係隨意嘅，但係我哋都希望係對於政策係有配序化同埋之後我哋都係有認識到政府係應該對於嗰個係有一致嘅認識啦，然之後好啦，同埋喺誒實踐佢哋嘅政策嗰時咧，佢哋係需要同用呢啲語言嘅人有精神啦，然之後可以同呢啲社群有正確嘅交流，咁呢個係可以諗嘅嘢。你一陣你有冇其他想加嘅，然後有其他嘅問題，其他嘅加嘅嘢可以進行係一啲其他嘅問題。好，我哋講咗其他嘅問題，我哋有好多嘅時間。咁第一個咧就係、嗯關於批評政府嘅問題，我哋可以講，即係你可以講下點樣接職嘅方式係點樣可以被認為係非殖民嘅。我可以講呢個即係我嘅有限嘅認識。我覺得對於長大從細到大咧，我聽到家庭嘅人講好多關於鴉片戰爭啊，仲有對於好多講中文嘅人咧，呢個係非常誒冇面嘅，然之後係好好肉嘅一個時間，然之後將中國嗰個時候都係好肉嘅時間。好多我嘅屋企人講嘅嘢都聽到，嗯，聽到我哋工作嘅老人家講嘅嘢，即係你知道啦，如果中國人有吸鴉片或者係咁，假如中國冇吸鴉片嘅話，可能我哋就唔會有嗰段嘅殖民嘅時期。我覺得從嗰個時候咧，就有好多誒反對藥物使用嘅人，藥物使用嘅諗法。然之後我哋就好似唔會妥協用藥物使用，即係唔會喺嗰個喺嗰個呢個背景入邊咧，就係使用藥物係一個好弱嘅標誌。然之後好似你講嘅鴉片戰爭都被講咗好多。然之後有啲人覺得鴉片戰爭係一個戰爭嘅武器同埋殖民嘅武器，所以佢哋嗯都形成咗一啲人嘅信念。
咁即係佢哋係點樣對於本地嘅藥物使用者嘅諗法，即係哦，你即係冇嗰個意志去停止使用藥物咁樣，就好似有啲同情嘅感受，然之後嗰個都係比較有問題嘅，係一啲背景嚟講。我唔確定嗰個有冇回答咗你關於截職嘅問題、禁止嘅問題。我覺得嗰個係非常好嘅解釋啦。我有一個接落嚟仲有個問題咧，就係歷史上嘅觀點嗰個反應係可以令人理解嘅。我都聽到嗰啲啊喺一啲組織啊，或者喺一啲空間入邊都有呢啲講嘅呢啲諗法。然之後即係用藥物，然之後要嘅空間。咁喺我呢度咧，係我哋嘅工作咧係要睇加拿大嘅藥物政策咧，就係去殖民法，就係關於喺對話入邊直接嘅諗法，喺加拿大政府、加拿大政策歷史入邊有冇幫助，或者有冇令到大家學到新嘅嘢？嗯。我可以講，我都見到有啲評論，即係1908年嘅鴉片條例都有講到，但係我哋都冇法，都冇要大量嘅時間嚟講。我覺得假如有一個會議嚟單獨講呢個歷史係好有用嘅，即係佢哋都有，我哋都有講到，即係政府忽視嘅經歷，譬如話，即係從嗰個鴉片戰爭之後，佢哋反對藥物使用嘅，帶到咗加拿大呢個背景，1908年嗰個抗種族主義嘅抗爭，同埋1908年嘅嗰個鴉片條例，都有講咗政府嘅一開始係對於誒群體嘅忽視，都延續到今日。一開始我係冇非常好嘅計劃講到呢個嘢，因為我冇預期到呢個係點樣有喺會議入邊講。我哋都有講到係一開始之前咧，係需要幾多時間嚟講。咁嗰個可能會變呢個話題咁比較複雜，但係都係好重要嘅。但我哋都會預期到佢講其他嘅嘢。咁假如有啲乜嘢係做唔同，有啲乜嘢我哋希望做啲唔同嘅，就都有寫喺報告入邊。咁我覺得都好難可以將佢變得好雜嚟講咧，嚟嚟喺有限嘅會議嘅次數入邊嚟講，用好多時間嚟講呢個，我都同意 Nicole 記得我同 Nicole 同埋李一娜講咗呢個嘢，但係我覺得係啦。如果可以講到呢個加拿大藥物禁止嘅歷史咧，然之後呢個係點樣係加拿大殖民化嘅歷史，特別咧係特別係殖民，特別係原住民入邊嘅實用，然之後延續到今日啦。咁喺未來我都係希望可以見到有更多，最主要係呢個係點樣影響原住民喺呢度嘅原住民。因為好多對話或者係會議啦，我哋有嘅同講華語嘅老人家誒關於寄宿學校同埋啲原住民喺呢度面臨嘅問題，佢哋都有好多嘅同情心，之後都好正經，因為可能佢哋之前係唔知呢啲嘢嘅。
咁係我覺得嗰個係可以提供更多嘅背景嘅信息，但係你知好難，呢個係好難嘅，因為要包括嗰個咧同埋鴉片戰爭啦，因為有好多呢個就會涉及到好多地理政治嘅背景嘅嘢，同埋跨太平洋嘅。可能即係呢個點解我哋會諗要加入呢個嘢，因為呢個係會譬如話咧係有參與就係有限嘅時間啦，然之後我哋呢個都認識到我哋呢個項目唔係聚焦更喺嗰個嘢，然之後我哋更多嘅係希望可以聚焦喺行街社區安全上邊，係呢個係真係好難，即係點樣？我哋希望點樣去有比較合理嘅長時間嘅會議，因為之後我哋嗰兩次嘅會議都有3個小時，之後都認識到所有嘢都有，因為通過翻譯嚟講，之後我哋都認識到希望可以俾大家足夠嘅空間嚟講，但係我哋都認識到呢啲都係有限嘅，咁所以我哋都有好多嘅限制，所以我哋做咗我哋最好嘅。誒，盡咗我哋最大嘅能力嚟做嘅。多謝你可以講回答咗頭先嘅問題，之後仲有其他嘅一啲混合嘅問題係大聊天框，然之後關於我都見到有啲社區嘅團結，但係即係我哋都希望我哋嘅呢個工作可以令到大家下社區嘅團結。之後可以將我哋項目嘅一啲嘢可以推廣到其他嘅社區入邊，因為因為我諗咧係嚟呢個人可以理解到呢個歷史，可能都可以對其他有同樣歷史嘅人有同樣嘅同理心，然之後咁樣團結就係咁樣建立。其實喺過之前咧，有人問嘅問題係關於反抗嘅議題嘅問題，我哋有個問題咧係嚟自 Brandon，佢講呢係我係有個問題係關於社區成員嘅溝通，嗯，係喺 Edmonton 嘅唐街咧係有好同佢哋唔想討論關於藥物使用政策同埋對於社區嘅人化，我想你有冇啲乜嘢或者係可以分享嘅點樣可以打破嗰個偏見，即係喺我哋進入嗰個歷史之前咧，有啲乜嘢係可以，或者係有啲咩係可以有啲咩可以打破嗰個，令到大家可以建立嗰個社區之間嘅團結嘅。嗯，唔知咧，好難嚟講，因為我覺得好多老人家或者係我哋工作嘅客戶，佢哋會公開咁分享，同我咁分享啦。經常佢哋會抱怨或者係佢哋對於公開使用藥物嘅擔心，咁嗰個就係我哋嘅切入點嚟嚟同佢哋講，然之後咧都係一個不單止嚟安慰佢哋啦，仲有嘅係都係一個開始可以同佢哋講更多嘅其他嘅意見嘅一個切入點。嗯，對於我嚟講，可能係比較一個講嘢比較多嘅人數，所以我可能就會邀請佢哋譬如話你一齊食飯啊，然之後佢同佢哋講藥物使用啊，同埋藥物政策呢啲議題。咁有時候譬如話你有啲可見嘅嘢，譬如咧你有海報啊，或者係你着嗰啲唔同嘅藥物使用小組嘅。
周邊啊，着嗰啲周邊，可能嗰啲比較咁，有時候好似係好似嗰啲海報啊，都係可以幫可能大家就會對嗰個有好奇，然之後就會諗，佢哋無論佢哋同意唔同意啦，但係我覺得嗰個就係一個好好嘅開始一個對話嘅切入點，然之後你嗰個都可以係一個誒比較潛意識咁樣，冇咁明顯咁樣嘅令到大家可以開始思考，好似嗰啲海報啊、圖像啊，喺係唔同語言嘅嗰啲海報，可以俾大家嚟俾大家打印出嚟，然之後分發啊。但係我自己對於 Edmonton 嘅唐人街冇咁多了解，唔好意思。嗯。我都知道其有一個好明顯咧，就係可見嘅嘢，譬如話有海報啊，或者有啲圖像啊，係仲有即係好似你咁樣嘅人喺嗰個可以開始一個好困難嘅對話嘅，然之後有呢啲，然之後就可以令到好多喺自己嘅腦入邊有呢啲諗法嘅人可以開始咁樣嘅對話，然之後好多謝你可以回答呢個問題。仲有冇其他嘅Diana 同埋 Nicole 有啲咩想加嘅嘢？我講咧就係、嗯，可能我想講嘅可能可以推廣啦，譬如你可以同政府交涉都係有效嘅。然之後，假如有人係非常想分享呢啲嘢咧，我都發現咗係唔同嘅地點，人都想要。咁假如你想將你嘅憤怒用呢啲憤怒嚟變成一個資源，然之後都有我哋講到嘅都有喺呢個項目入邊都有設計到。然之後我都想回應你講嘅，我冇辦法嚟參與現場嘅會議，但係我聽到 Brad 同埋呢個嘅意見之後，我都有聽到共同點，譬如話用啲簡單嘅術語，係可以令到參與者可以諗到，可以理解，然之後可以去經歷團結。非常好，多謝大家，我就會回答其中一個問題。即係呢個報告有冇包括方法論同埋係點樣解決唔同關於藥物使用嘅唔同意見？我想講嘅咧就係呢個報告係非常詳盡嘅，特別係係呢個對話入邊用嘅方法論啦，但係都係好重要嘅咧，就係同一個特定嘅社區嘅方法論，但係可能其中一啲方法論對唔同條件入邊可能係冇辦法適用嘅，又係咧係當然啦，喺報告入邊係有好多信息嘅。誒，我對唔住呢個，我幫你回答咗呢個問題，但呢個係最後一個問題啦。然之後我覺得呢個係我知呢個可能有啲困難嘅，有啲複雜嘅，所以我就想講好多覺得個即係喺呢個全國有好多唐人街都係有好多藥物使用者嘅腳跡，或者係佢哋會係有冇啲我可以諗到咧，呢啲就係團結嘅重點。咁喺未來咧，你會唔會做啲研究係同華人嘅藥物使用者或者係賣嗰啲藥嘅人咧？因為呢個通常嚟講，因為我覺得經常嚟講咧，對於呢啲講中文嘅人嘅藥物使用者或者係賣啲藥物嘅人咧，有啲磨滅。我覺得呢個係非常好嘅問題，我非常好嘅問題，我有啲疑惑，所以我讀咗兩次，因為我哋嘗試係。
去處理呢個問題，或者係，但係我哋發現咧，喺唐人街或者喺市中心東端使用藥物，佢哋可能唔係分隔嘅社區，同埋分隔嘅身份啦，咁可能大家都有交叉嘅一啲一啲經歷同埋問題，咁所以我可能會都可以令到就跟住都俾好多其他嘅人用中文嘅人使用者嘅服務，然之後仲有好多講中文嘅用物使用者被邊緣化喺好多唔同嘅誒程度上邊，然之後譬如喺政府上邊，我覺得好多呢啲嘢都同少數目泛少數族裔呢個有關嘅，然之後仲有黑板嘅現象，譬如東亞人佢哋都有誒好多嘅成就，咁你都嘗試團結更多係關於呢啲嘢，然之後令到政府做出更多嘅改變，唔單止係房屋啊，或者係公共嘅設施啊，同埋公共交通，係我覺得有關於呢啲嘅研究係非常關於呢啲講中文嘅華裔嘅人，或者係其他東亞嘅或者係南亞人，用呢啲藥物同埋賣呢啲藥物嘅人咧，有咁樣嘅研究係好嘅，但係唔係一個偶然嘅話，好多唐人街唔單止係溫哥華都有好多社區都係有藥物使用啊，然之後有犯罪啊，同埋嗯而家嘅好多嘅網絡嘅講法，同埋好對於呢個社區嘅好驚啊，同埋啲明化啊，好多，然之後中國人帶嚟啲鴉片嘅嘢，然之後大家都有啲奇怪，因為鴉片係帶嚟中國嘅，但係而家將呢啲污名化喺中國人上邊，然之後仲有其他嘅人覺得，或者係社會嘅病啦，譬如話性工作啊，同埋貧窮啊，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偶然嘅對於我哋嘅呢個社區有關於啲問題，因為呢個都係有好長嘅歷史，呢個係系統嘅逼遷啊，同埋啊呢啲問題，然之後關於安全供應啊嘅問題，即係所有嘢都係相關嘅。事實上，我對於嗰個冇好多係了解嘅，我覺得講得非常好，係。然之後我就想強調嘅係，有 F 喺呢個幫助，同埋領導係非常重要嘅。之後，對於 F 喺呢個背景上邊對參與者有共同嘅身份，呢個都好重要啊。然之後 F 都有領導嗰啲嘅討論啦。之後我有講到自己嘅親身嘅經歷都係非常重要嘅。對於剛剛啱先嗰個有冇加嘅問題，冇冇咩想加嘅，我覺得 F 講得非常好。我都同意。咁最後有好多喺聊天框入邊有好多好人係有趣嘅討論，然之後其中一個人係逃逃跑鴉片戰爭嘅，係唐人街嘅嗰個人有趣之後。
嗯，我諗到一個安全注射場所嘅關閉，然之後有好多相關嘅諗法。我非常感謝世代同行會可以令到呢啲對話開始，然之後因為解決呢個虛假嘅信息係呢個都係通過社區嘅支持同埋安全注射場所，然之後同埋大家組織一齊嚟解放。咁最後Anna、Nico 同埋 Bev 咁樣係想加嘅嘢。多謝 Bev，多謝 Anna，多謝第所有參與嘅人。然後我都希望可以有更多嘅接落嚟嘅嘢。然之後我哋都有一個報告同埋關於方法論嘅同埋落學到嘅嘢。之後有個啊、總結。9面嘅總結對於個報告，之後我哋都希望以後可以通過官方嘅能力咁樣嚟講，然之後我哋都希望即係有提供更多嘅資源。我哋已經撤出咗，然之後多謝晒佢同學會，然之後嚟自溫哥華區域地區嘅用者聯盟，有所有參與者同埋都多謝我哋嘅口譯員去嚟到今日嘅會議可以普及，然之後呢個都有，佢哋都付出咗好多嘅工作，然之後希望口譯員可以休息一陣啦。多謝所有人啊喺聊天框入邊同大家分享自己嘅睇法，之後希望大家可以有個好嘅一日，拜拜。